香。香香。我跟你讲，你那个哈，你回去再把它炒成新的味道。你回去再问一下。像我这个袋子还蛮密封的，所以我会用这样这样子它就不会潮。你如果是没密封的话，你就会那你我可以这个送给你，因为我很多这个里面已经有，你就没有再对，然后你这个是外出，然后你就在家里用这个密封对，这样放它家里可以但是你在外面就是小小的，不是你外出。那我说外出，因为有蛮多人差不多，就带这样，就让那个装起来。对。那如果没有我就再把它补充进去。然后它这个状态嘛，因为它那个差不多这样就好了，因为它这个压，它这个有过这样它会过来。它这个是我在量血的时候所以它是非常的密封。可以啊，回去啊，可以啊，没问题啊。可以啊。我就知道它其实需要啥。其实也要闭关，对不对？如果这样说，需要闭关吗？如果说没关系，关没有关系，它只要空气差不多。大家平安，即嘛是咱吟诗学路的时间，请大家先开圣诗260首，260首，天边海角，多多子民。咱即首诗歌，就是甲咱讲，一切文字拢是对上帝来的，所以咱爱用感恩的心。小注意第3小节，第3小节爱唱2拍，第3小节要唱2拍，吼。好，第1节。天边海角，吹吹子鸣，夫妻好乐相助，万爱最相来千赞美，一切文化的主。第2节。世界都有真情求靠，哪当初这吟诗，欢喜快乐美妙时光，感恩奉献礼品。第3节。真爱情感，我拼完头，感谢受死之日，你所言我大方高扬，阮的愿望无息。第4节。放环境，民放源头，愿手君你做主，对你真感你大感动，明日相依高地。好，这首诗歌，大家拢会使
上会记的，一切运程、一切运转、运势，拢是对上帝所来。咱来唱第二首诗歌342首。这首诗歌，甲泰泽的诗歌有了相共吼，伊歌词嘛有讲到主的清光要带来平安，所以咱是主的囝儿，咱拢伫光的中间。第一节，请来主清光，的照守这世间，求你点动我心，那宽严同在。第二节，请来主清光，的照守了天光，求你点动我心，我愿定感恩。请来主清光，的照耀上天光，求你点动我心，我愿定安慰。第四节。请来主清光，的照守了天光，求你点动我心，我愿定后望。第五节，请来主清光，的照着世间光，求你点动我心，我愿出头天。好，真水的一首诗歌，咱即马来唱第三首圣诗的177。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咱诚侪基督徒咱嘛知影伊的主爱甲怜悯，永远拢伫地。原咱的每一天拢是新的日子，充满着主的恩典。来，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是咱回想往前的心，相信听他话带来予你安全有困，可通过去，靠主耶稣救赎的公路，深深关联那是港路，通给你我好世界变好，信心渴望连心起诉。第三节，靠主信心坚固咱心志，勇敢行出主的家去，是望世我忧伤路脱离，对吹心路发现意义。第四节，永远的主做这带咱去，分享见证，听他作为。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主爱上帝我心万美。上尾一节咱就唱较悬的音来做结束。好，咱来唱第四首的诗歌。这是一首南非的诗歌，爱注意是迄个3连音哦，大家唱我清楚哦。然后伊的反复的顺序，咱来小较注意一下吼。就对宪歌队唱就对啊，哦。好，来向前行伫上帝的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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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向前行。
向前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歌。有没有觉得有点挑战哈？好，搁一遍，咱搁唱一遍哈。好，来，1、2、3，咱向前行，伫上帝的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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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向前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歌，咱向前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歌。好，愿遮所有的诗歌拢会使带来你的祝福，也诚做你的信心甲快乐。咱吟诗学落到遮，阿免。今仔日是大港节第3主日，咱要点读粉红色的牧羊人的蜡烛，是代表喜乐。这时，咱要请行政部门林贤一执事来读经，妇女团契谢玉贤长老来祈祷，精神小组郭正生兄弟来点烛。读经《以赛亚书》第35章第1节到第10节，受救赎的子民归回锡安，旷野甲大树的地要欢喜，沙漠要快乐，亲像玫瑰开花。玫瑰要开花茂盛，要欢喜欢呼，伊要有黎巴嫩的阳光，要得到加密甲沙伦的光彩，因会看见上主的荣耀。见着咱上帝的光彩，要互软弱的手坚强，互无力的骹头舞徛在。心肝惊吓的人，恁就对因讲：要坚强，毋免惊。恁看，恁的上帝要来伸冤，上帝一定会施行报应来拯救恁。迄时，失明的人目睭会看见，失聪的人耳孔会听见。歹脚的人会亲像鹿跳跳，会讲话的人会欢喜唱歌。风暴要有水冲出，沙漠要有江河在流。炎热的沙地会变做水池，大树的土地会变做泉源。豺狼大的所在会发青草、芦苇甲蒲草。伫遐要有一条大路，人甲伊叫做圣路。无清气的人，拢袂当对遐经过。迄条路是为着上帝的子民做的，行迄条路的，连戆人拢袂迷路。伫遐无驶，凶猛的野兽嘛袂出现。伫遐人袂拄着野兽，只有受救赎的人会行迄条路。上主赎回的人会倒转来，唱歌来到锡安，永远的喜乐会做因的花冠。因会欢喜快乐，无阁有悲伤吐气。
真侪人踮伫咱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啊，即时咱做伙来吟圣诗260首，天边海角济济主人，咱来吟第1节到第4节，请大家起立来吟。请咱游园徛地，做伙仰头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今仔日组织阮众人进入你的圣会，恳求你，互阮伫心神甲肉体拢会诚实来尊敬你、服侍你，互你的圣名大大显出荣光，搁互阮伫你的圣会当中成做忠实的信徒。主啊，愿感谢你日日看顾阮。伫即个大降节的时，阮欢喜来迎接主耶稣来出世。阮少念你，想使你的独生圣囝，因为伊的道成肉体，定十字架已经成做阮救赎的记号。伊的荣光国活甲上天，担坐伫你正平做中保来掌权世间，阮安尼来感谢你。恳求你的圣神来帮助阮，伫即个圣诞节期，教会一切圣诞庆典活动，拢有你的教阮同在，互阮伫庆典当中，合适着主耶稣的款式来分享听，会晓伫你的光内面来活，行你所指示的道路来行。阮也求你看顾阮的教会，互伊伫你的面前加添敬虔。热心来亲近你，互你的正理路通过生活、甲见证、甲服侍，来显明你的智慧甲听，互阮所传的福音成做社会的光甲盐。上帝啊，愿知你是赐平安的主，伫即个时期，愿求你赐互阮平安。虽然阮的国家纷纷扰扰，但是这也显明，阮的国家是民主自由的。求主保守阮继续保有这款的自由，也保守阮伫纷扰的当中，由愿受主来引带，互阮行伫正确的道路顶头。也求你赐予阮每一个家庭，互因的生活拢有保障，每一个人拢得到主的照顾甲养饲，互阮时时警醒。永远会记得爱敬调主。主耶稣捌对阮讲：“你将你的平安赐予阮，甲即世间互人的拢无共款，阮毋免惊吓。所以阮知上帝已经将你的平安留予阮，阮活伫信心内面，安然自在。但即时，阮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阮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
你的旨意直行，伫地里亲像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去带阮离弃，会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这是咱掀开圣诗的后面，启应文56篇，启应文56篇是出自约翰福音书第1章，咱做伙来启应。创世以前就道，道甲上帝同在。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才会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欲。都诚做人踮伫咱中间。阮有看见伊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律法通过摩西来颁布。无人捌看见上帝。下面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342首，342首。请来主真光，请大家起立来吟。请坐。这是咱做伙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阮心无义，亲像鹿喙焦，心无溪水，搁一摆用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要仰望你的引带甲光照。追求你的教示甲真理，恳求你用你的慈爱，带阮到天翠的草坡、安静的水边，互阮的灵魂精英得到真实的饱足甲福气。也恳求你感动的灵来引带阮的心智，互阮对你来领受，也会晓愿意付出明白，
死比受更加有福气的意义，将阮对你所得到的，样式成做福音的开力，互别人也得到祝福，来归荣光伫你。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下面咱三甲来讲读上帝的话，今仔日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书》第3章14节到21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亲像摩西伫旷野举起铜蛇，人子嘛一定安尼受举起，互逐个信伊的人得到永远的活命。上帝连伊独一的囝都赐福互世间，要互即个信伊的人免灭亡，反转得到永远的活命。伊是遮尔疼痛世间，因为上帝找伊的囝来世间，毋是要审判世间，是要通过伊来拯救世间。信主的人袂受定罪，毋信的人已经受定罪，因为伊毋信上帝独一的囝。上帝的审判是安尼：光进入世间，世间人较爱黑暗，无爱光明，因为因的行为邪恶。做歹的人拢怨恨光，毋接近光，安尼伊的行为才袂露现。毋过实行真理的人，接近光，是要显明伊的行为是顺趁上帝来做的。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下面要请阿扎希万诗班来带领咱敬拜，因要唱的诗歌是《我专心听候主》。我专心听候主，
下面要请郑永文牧师来讲道。今仔日的题目是“真光显露人性的真相”。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早起真感谢阿萨希办诗班这个联合诗班，用孟德尔颂这个我专心听好主，对一首真水有两场二重唱两场唱，佫有合唱真水的歌邀请咱伫这个抬杠做期用反省的心、听候的心来听候主的降生今仔日是台湾圣经公会的奉献主日咱也今日点到第三期腊节，代表抬杠节第三主日。第三主日是牧羊人的腊节，代表记录。伫即个圣经公会主日，咱嘛纪念圣经公会继续用无共款的母语，而遐来翻译去出版圣经，互上帝话，互所有人拢会当用家己的话来读。伫即个抬杠做期，咱也通过圣经的话来反省咱的信仰甲生活，准备心来迎接主的降生。讲到圣经，伫规本圣经内底，咱常常引用的一个福音的信息，就是咱今日所读的约翰福音3章16节。咱细汉的时阵，可能有机会伫主日学拢会晓背华语讲，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福音真出名的经文。台语圣经今仔日的台语圣经安尼甲翻译：上帝连伊独一的囝拢赐予世间，要互逐个信伊的人免灭亡，反倒得到永远的性命。伊安尼疼世间。耶稣降生人世间，为着要拯救世间人，享受永远的活命。这通讲也是抬杠节甲圣诞节上要紧的意义。今年拄啊好，咱伫即年中间，伫顶半年，咱嘛有做伙伫遐纪念尼西亚圣经。今年是尼西亚圣经通过1700周年。咱后咧注意国际新闻，会看到2礼拜前，全世界所有的教会领袖，包括天主教的教宗利昂14世，正教会的即个牧首巴多罗缪斯，以及其他无共款的教派，包括 WCC 普世教协等等这无共款的教派的领导者，拢总27位，因组织伫土耳其的即个伊兹尼克即个所在伫遐纪念尼西亚圣经，也象征普世教会合一的见证。尼西亚圣经的起草有两个上要紧的意义。头一个就指出圣囝基督的本质。伫圣经的文内底讲，伊是对光出的光，对上帝出的上帝，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质同体。这是头一个要紧。在讲起耶稣基督的本质，甲上帝是同款的。第二个更加要紧的是咧指出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这个是台语的翻译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这句话拄拄好，甲咱今仔日所读3章17节的经文同款。上帝找伊的囝来世间，毋是要审判世间，是要通过伊来拯救世间。这是伫一年到上尾的时阵，咱
咱嘛会当通过回顾即个要紧的年，哦，即个要紧的一年中间，尼西亚圣经诚做正教会伫信仰顶头真好的一个启发。不过，咱今日读的这段真要紧的经文，约翰3章14到21节，一开始为着要说明福音的信息，就是上帝疼世间人这个主题。这个作者呢，伊大声伫14节到15节，伫遐强调，亲像摩西伫旷野举起铜蛇，人子嘛一定要安尼受举起，互逐个信伊的人得到永远的活命。所以今仔日伫圣经公会的主日，我通过这段经文，也通过铜蛇向高举这个主题，帮助咱来思考耶稣诚做真光降生的意义是甚物？咱先来看铜蛇去用高举这样代志。为什么约翰福音的作者要用摩西举起铜蛇来说明耶稣嘛去用举起这个意义？咱知影耶稣去用举起，就是指伊要定死，去用定死的这样代志。要了解摩西的故事，咱就要倒转去民数记21章第40到第9节。伫即个民数记21章的经文内底记载，以色列人伫旷野内底一系列埋怨上帝的故事哦，一个搁一个哦，拄到代志就埋怨上帝，拄到代志就埋怨上帝。啊，21章是最后一个，嘛是上严重的一个。伫即个故事内底咧反映人的本性。故事的原因是经文甲咱讲，以色列人当时红海的路咧行，结果呢，伫路里因的心真烦哦，敢若经文敢若安尼写尔，因的心真烦哦，恶杂真烦，就伫遐埋怨上帝甲摩西，也讲你是怎样带阮出埃及？互阮来死伫即个旷野，遮也无食米，无水，我嘛无爱食遮个白净无味的物件。这是真特别的表达，显明以色列人伊遐对上帝表达一种对敌的态度，也通讲反映人性的真相。结果呢，上主就派火蛇去人民的中间，甲因咬。以色列人死真济，为什么会叫做火蛇呢？有学者讲，真有可能就是因为叫这蛇咬了吼，迄个伤口敢若火咧烧共款，所以叫伊是火蛇。然后呢，这样代志死足侪人了，因就去甲摩西拜托，讲阮有犯罪。因为阮讲话攻击上主甲你，请你求上主，把这个蛇赶离开阮。所以上主甲摩西讲：你煮一只蛇，吊伫旗杆仔顶，所有互蛇夹着的，一个看就会活。所以，当这个叫蛇夹的人抬头看铜蛇的时阵，就得到医治，就得到活。这个故事真有意思。咱咧看这个故事时，会当想象，其实迄个要医治人的迄个铜蛇，伊是照迄个咬人的火蛇的样式去做的哦。要医治的蛇甲咬人的蛇，生了拢共款。有学者叫这讲，这是同理心的魔术啊！哦，同理心的魔术，会当医治人的蛇，嘛是迄个进前人咬伤的蛇。同款会审判人的上帝，嘛是迄个要保护人、医治人的上帝。这真要紧。伫神学论，伫神学顶头帮助咱用一元论
来看咱的信用，啊，袂落落去二元论的一种陷阱。吼，讲起蛇，毋知咱各位兄弟捌去过草山的即个台湾新人院吼，过去我服务的所在。咱若捌去过新人院，行到校门口，你就看到两个门口两个龙头啊，龙头伫迄个门的所在。这是真出名8点淡水中学教艺术的、教美术的陈敬辉老师所设计。啊，结果真不幸，因为安尼，台湾新人院有时啊去互叫做讲魔鬼学校啊，吼，讲是魔鬼学校。啊，这实在是对龙也好，对蛇也好，真大的误解。吼，当然，启示录20章有安尼讲掠着迄只龙，就是迄个古蛇，是魔鬼，佫叫做撒旦，就爱甲绑1000年。吼，所以迄个源头可能是为这经文来。但是咱知影，蛇伫两河流域，吼，啊是讲咱今日讲迄个中东的地区，啊是伫希腊的文化内底，蛇是甲医治有足大的关系。吼，希腊出名的医神，迄个 Asclepius 就是用蛇做上顶。吼，咱今仔日的医学的即个医术嘛是用这红蛇吼做上顶。所以蛇甲即个传统宗教有真密切的关系，哦，伊会当驱邪，哦，会当驱邪。伫圣经内底，其实蛇嘛同时有正面甲负面的意义。咱真实的故事当然就是旧约内底创造的故事。伫创造故事内底，蛇是迄个引诱的人，哦，引诱者，是引诱夏娃甲亚当犯罪的迄个生物，但是一开始并无讲蛇是歹的，蛇后来会甲撒旦连做伙，这是真后壁的代志。搁另外，咱最近咧读以赛亚书，啊是这先知的文学，咱也定定读到海内底迄个海怪，吼，大海怪，不管叫做 Leviathan 吼，利维坦。还是叫做拉哈比，拢是咧讲起是邪恶，还是混沌的上顶啊！所以蛇一方面带有这种负面的意义。咱若读到新约圣经，嘛听到行洗礼约翰，还是耶稣，拢捌批评这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讲恁这毒蛇的种类，敢若用毒蛇来批评这个假冒伪善的宗教领袖，所以蛇常常有互人用来做负面吼。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经内底嘛讲起蛇带有正面的意义，譬如创世纪第3章咧讲起亚当夏娃去互有血的故事时阵，作者伊是用灵巧来形容蛇，这蛇是所有上帝创造内底上灵巧的，有的翻译甲翻做 cricket， 但是这个背后无歹的意思，就是真溜俩真巧，咱会记耶稣嘛捌教学生真要紧的道理，讲恁着爱亲像蛇遐尔灵巧，亲像粉鸟啊。遐尔顺了，所以蛇无歹，无一定是歹的意思。特别咱今仔日所读的约翰福音所引用的民数记的故事，就是民数记21章底下描写摩西高举红蛇这个故事，互咱读就知影蛇是正面的，因为伊带来上帝医治甲拯救。所以咱会当做一个结论，讲关键毋是蛇，是去互蛇教的人，因的作为甲因的态度，这是问题。
咱毋通甲所有的歹拢归互蛇吼。今仔日摩西亚当蛇的故事，甲咱讲，互火蛇咬伤的人，只要愿意摇头仰望蛇，就要得到医治。同时，今日的经文约翰福音嘛提醒咱，耶稣的降生就是要带来永远的活命，这就是福音。伫开讲节、圣诞节，咱宣扬福音，所有的人行毋着路，只要愿意转身面对上帝，面对上帝通过耶稣所设立的十字架，就要得到救恩。啊，这是今仔日这个经文真正面的意义。但是今日咱经文搁读落去，伊嘛甲咱讲，要得到永远的活命，就要经历上帝的审判。什么是上帝的审判？这就牵涉到咱对信甲毋信的这个了解，以及悔改是代表什么意思？哦，安尼咱才会当了解审判的真正意义。今仔日18节到20节，以下讲起审判的本质。经文安尼讲，上帝审判是安尼。光进入世间，世间人较爱黑暗，较无爱光明，因为因的行为邪恶。做歹的人拢怨恨光，毋接棍光，毋接运光，安尼因的行为才袂露现，才袂露现。而且讲起正做真光的耶稣，要露显人的黑暗。世间人爱黑暗，无爱光明，这就是人性的真相。咱拢爱行家己的路，做家己的主人，用家己的想法、心意做主，这就是毋信的意思啦。安尼悔改是甚物呢？悔改就是咧指放弃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转向上帝，照上帝心意来活。这是这段经文足要紧的讲起上帝审判，是要显明咱的毋信，互咱通认捌家己了，专心转向上帝。伫旧约圣经内底，真要紧的，就是这个先知耶利米，伊是上早将这个悔改，希伯来文的悔改就是soup这字，将悔改甲约接做伙。悔改就是倒转去甲上帝约，人甲上帝立约，但是离开这个约，转身无爱看上帝。所以耶利米伫遐强调讲，悔改是甚物？就是愿意专心归向上主。这通讲是旧约内底对悔改上清楚的一个表达。后来咱知影伫马太福音3章8节讲起行洗礼约翰的洗礼，嘛是耶稣去遐接受迄个洗礼。耶稣接受行洗礼约翰的洗礼，并毋是代表耶稣有罪，所以爱洗礼，是代表耶稣认同行洗礼约翰在推动的这个洗礼运动。这个洗礼运动咧反映人的本性，强调讲每一个人拢都爱定心转向来面对上帝。咱来去读马太福音第3章。行洗礼约翰的过程，咱就知影，伊迄个洗礼内底要求2项代志，你着爱公义，用公义对待人，用敬虔回应上帝。这就是行洗礼约翰洗礼的意义，转身来转向上帝。所以安尼，咱今仔日会当定心来理解悔改是甚物意思。悔改这字，咱有时阵受到这个英语的表达，误解这个悔改。英语的悔改讲 repent，repent 这字
repent 即里有迄落，搁一届讲失礼吼，搁一届搁讲失礼，搁一届讲我毋对，安尼即里有即个意思。所以 repent 即里有迄落一再悔悟的即个意思。哦，我做毋对，一届搁一届认错，这敢若叫做悔改。但是你一届搁一届认错，你的本质敢有改变？我古早有一个原住民的学生吼，华语可能毋是特别好啦吼，所以真爱讲吼，感谢上帝，上帝互我人生吼有360度的转变安尼吼，常常讲360度，吼，毋知影讲细一年搁转去原来的所在吼。这无悔改无应该是安尼，悔改无应该是安尼。10几年前，我参加一个普世会议，迄届是美国的白人教会，甲美国的原住民教会要和解的一个会，哦，所以迄个大会就请一位原住民的牧师来做主讲，嘛真有意思。伊就讲起伊细汉的经验。伊讲伊细汉的时阵吼，做一个原住民的青年还是囡仔，热天的时阵吼，上爱参加白人的教会来因遐办的即个夏令营。伊讲哦，足侪推的营队拢会来，有时一礼拜两队啊，上侪有时一礼拜3队，伊甲毕业朋友拢一直去参加。每一个营会到上尾一天吼，拢有献心会、献心会安尼吼，叫这个青年囡仔啦，都爱决志悔改安尼吼，举手讲我愿意悔改吼。伊讲伊算的吼，有遮一个暑假吼，会当悔改20几届安尼吼，悔改20几届。所以伊咧问即个问题，悔改是啥物意思？悔改若遮尔容易，安尼就失去意义啊！吼，所以咱倒转去看悔改即字的时阵 ，metanoia 悔改的意思是人的心意爱转变。哦，你咧想啥物？你的心思意念有改变啊无？搁较要紧的是，你的生命有定心转向上帝。所以今仔日普世运动真爱用 turn to God 吼，转向上帝来定义什么叫做悔改。悔改是真正有改变，心思意念有想法有改变，生活方式、做代志的方式嘛有改变。有时阵，这种改变毋是干那个人的，嘛是团体的。哦，所以咱伫圣经内底嘛常常读到这种团体性的悔改。哦，先知以斯拉邀请以色列人做伙立约，决志要读上帝话。是耶稣也捌警告侪城市，爱因为因的毋信来悔改。是讲伊为着耶路撒冷哀哭，哦，这拢是咧讲起一种团体性的悔改。因为经文到最后咧，甲咱提醒迄个转变，特别咱的作者用真光吼，代表耶稣受压起吼的意思，就是光来到咱中间。咱怎样回应光啊？这光咧代表讲，你是愿意接近光，还是要闪避迄个光？吼，你继续想要秘伫黑暗内底？吼，真有意思。咱今日要讲改变当初的故事，其实嘛有伊的两面性。吼，咱今日读的即个内容，约翰福音引用即个头前的即个经文是为民数记的经文，是为正面的角度咧讲当初。哦，咱若继续读以色列人的历史，咱知影当初后来嘛出问题。啊，咱若去读列王记下卷18章，就讲起希西家王咧做宗教改革，伊遐讲起伊甲迄个山头的坛废掉，甲石条废掉。
甲迄个阿瑟拉就是地方的女神，因的像毁掉。最后伊讲，伊阁拍碎摩西做的铜蛇。为什么呢？因为铜蛇变做偶像啊！哦，当时以色列人还阁对铜蛇的烧香，甲叫做尼呼斯坦。哦，尼呼斯坦。尼呼斯坦是蛇甲铜这两字合起来。无想到，摩西本来伫旷野做的一只蛇，铜蛇，是要为着医治人，无拍算这只蛇煞变做伫圣殿内底的一个崇拜对象。咱讲变做一个偶像崇拜。有学者咧甲咱提醒，这个铜蛇是用医神的形式存在，而且因为伊有技术，这个蛇有特别的技术，就是要医治迄个去互蛇咬着的人。有学者讲，这个蛇呢，伫所有的圣殿的体系内底，属于较低的神明啦。有人甲叫做讲技术神啦，一种技术的神，所以是宗教经验内底加赞的一种代表。所以当希西家王做宗法改革，甲这个铜蛇拄去的时阵，伊咧代表的是你是毋是愿意将迄种较加赞的信仰形态嘛甲拄掉？换一句话来讲，咧问讲，咱的信仰形态敢有不断的成长，有咧转变也无？宗教学者常常讲，这种形态的神明，代表讲你满足伫一种加赞处的信仰经验，所以你继续伫遐拜铜蛇，愿意伫遐拜铜蛇，互迄个铜蛇，互你感觉满足安尼。咱的信仰形态，敢有停留伫安尼，无改变，袂成长，无进步？每一届有机会，互你，请你讲你的信仰故事，咱大家拢讲共一个故事，古早的故事，重复过去的经验。安尼代表咱的信仰停留伫拜铜蛇，无改变，无真正转向上帝来成长。这是今仔铜蛇的故事，甲耶稣基督受压起的故事，对咱真要紧的提醒。我过去也捌引用这个圣经学者 J.B. Phillips 写的一本真出名的册，叫做《你的上帝伤小》Your God is too small， 你的上帝伤小。咱若停留伫信仰的加赞处，无不断来成长，转向上帝，互咱的信仰更较深化。咱的危机就是将上帝放在一个，敢若一个番仔火的盒内底，甲放伫内底。上帝就是安尼啦，定。比如讲，你着爱不断改变你的心思意念，甲做代志的方法。所以，今日经文咧提醒咱，用光来提醒咱，咱愿意接近光，还是伫遐闪避光？咱会记得创世纪迄个亚当甲夏娃的故事内底，真出名迄个景象，就是当因犯罪了后，看到家己会看到家己，感觉家己见笑，就眯起来，毋敢去见上帝。伫创世纪的经文内底讲起天伫黄昏天较亮的时阵，上帝出来找因两个人，因两个人眯起来，毋敢见上帝。今日经文最后一段来，甲咱讲起人的本性无爱接近光，因为安尼咱的行为才袂露现呐。所以咱停留伫一种私底下运作的模式，做代志是私底下伫遐运作的模式。咱台湾社会常常有看到即种新闻，真侪时阵，真侪代志拢是暗中咧行事。
等到去互新闻媒体甲显露出来，咱讲见光死，见光死，就变这社会歹的消息。这是咱台湾社会，咱常常看到的，毋敢见光，要秘入黑暗内底。教会有时阵嘛会安尼，咱的机构有时阵嘛做代志嘛是暗中行事，遇到一寡歹的消息出现伫新闻。啊，这毋通，咱毋通掠做这代志袂发生伫咱身躯顶，嘛是会。社会学家福柯甲咱提醒，权力伫每一个所在拢存在。咱就算咱徛伫一个真势位，咱敢若有一点点小小的权力，咱嘛有可能会滥用权力，伫暗中做代志。咱今日进前读唱的圣诗342首，是一首真有意思的歌，这是伫瑞士的一个修道团女的修道团体共享，咱喊做矿乡，矿乡这个修道团体，因真爱唱的歌，咱甲收伫咱的圣诗内底。伊遐讲，请来主真光，光照这个世界。伊遐讲起上帝创造的世界，讲起这个受掠的人群的世界，讲起弱势人群的世界。所以上帝光要照伫遮过去去互忽略，去互无看到的这个世界，毋然安尼，伊也要点导咱的心灵，互咱互光照伫咱的心内底。咱拢需要上帝光不断来照咱，将咱的人生的真相，甲咱显露出来。另外一方面嘛，甲咱指向世界什么所在是需要咱去照光的所在。几年前，我参加另外一个普世会议，主题就是用咱今仔日讲的这个经文，转向上帝，以愿望中欢喜，这就是抬杠节第3主日真要紧的主题喜乐。伫这个主题演讲内底，一个巴西的女神学家，伊就对悔改提出一个真有意思的分析。伊讲咱悔改，咱犯的罪，咱毋通干那咧想着遐咱主动犯的罪，咱做歹的罪。伊讲还有另外一种罪真要紧，是被动的罪。被动的罪是指什么？被动的罪就是讲咱应该做，却无做；啊是讲咱应该做，却忽略，歹去做。看到人的需要，咱无伸手；看到遐个欠缺的人，咱面不爱看，这叫做被动的罪。伊讲咱就愿意看上帝光照到的这个世界。有看到伊用巴西，伊用家己巴西的社会所看到的人做咧。伊讲伫巴西，你目睭看咧，就看到遐个贫民区的人、送乡人，看到遐个无厝通转去的囡仔，伊也会看到遐个做性的行业的这个妓女，甚至你会看到迄个卖毒的人，这人拢是性命找无意义的人。但是咱是毋是要洗手，不爱插面？还是你愿意互手抹着涂，愿意去帮助遐个需要的人？毋通干那看到咱主动的做，嘛爱看到咱被动的做，也就是咱应该做无做的代志。今日最后一节3章21节安尼讲。实行真理的人接近光，要显明伊的行为是顺坦上帝来做。所以兄弟，咱进入开讲做期，准备要迎接基督的降生，希望咱经验到上主的真光，
也愿意继续转向上帝，Turn to God， 转向上帝，互上帝更不断更新变化咱的心意。亲像以弗所5章8节安尼讲：恁以前行伫黑暗中，毋孤单，已经成做属主的人，伫光明中，又做有光明囝儿的款式。这也是咱伫抬杠节不断准备心、反省家己、准备迎接救主真要紧的信仰态度。希望过来即几礼拜圣诞节期中间，上帝话也继续用安尼来光照咱、引带咱，也互咱的信仰的道路、学习的道路也不断成长、进步、深化。咱做伙下头来祈祷。温天跳堂的上帝，今仔日伫圣经公会主日，阮搁一届对圣经内底真要紧的福音的即个主题做反省，啊，对遐思考耶稣基督降生将来受举起，为世间人来死的即个意义，光怎样照出阮人生的本相？光也要引带阮看见即个世间，上帝恩典需要去临到的所在。阮求你不时用你的光照阮，也互阮拍开阮的目睭，来看见阮伫即个世间应该有的作为甲见证。伫圣诞节期，恳求你引带阮每一位兄弟，也伫信仰顶头有好的学习甲成长。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咱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177首，这是对更新出发的日子。咱来吟第1节到第4节，请大家起立来吟。较济。下面是公道的时间，咱要为着下面的事项来祈祷。第一，今仔日的离校圣诞礼拜甲弥赛亚音乐会；第二，为着12月21号圣诞赞美礼拜、圣诞爱餐的举行；第三，为着2026年曙光的筹备甲服侍的展开，请大家同心来祈祷。
下面请年碧宣执事来带领咱做结束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真正疼阮，提肯主耶稣降生伫马槽，甲阮同徛起，用真理甲实惯担当阮的重担，对罪束缚，将阮讨放，互阮得到平安自由。主啊，伫即个圣诞节期，阮要用欢喜快乐的心，做伙庆祝主耶稣的出世。今仔日11点，儿童主日学甲少年团契的学生要举行圣诞赞美礼拜，因欢喜甲诗歌敬拜，纪念上帝无比的大疼痛。暗时有弥赛亚音乐会，颂赞主耶稣带来永远的活命。后主日是圣诞赞美礼拜，圣歌队要带领会众献上乌鲁的祭，互阮搁一摆思想主耶稣降生的意义。礼拜三要举行爱餐、亲友交配分享、少年主的文典。特别愿将这一切交托互你，求你帮助阮透过这个活动，经验你的同在甲慈爱。互阮哪来哪亲近你，专心倚靠，直到基督过来的时。主啊，阮嘛为着明年度教会事工的规划甲菩萨的展开，恳求你的带领甲保守。你知影，阮的国家面对极大的困难，阮的对敌想尽办法要来分化阮，阮的政府部门彼此严重对立，人民嘛充满种种虚假、搁扰乱人心的声音。主啊，求你帮助阮教会伫即个时刻，持守你的真理甲价值，食做公义、和平甲疼痛的器具，互人会当看见上帝伫阮中间。嘛求你守护牧者、养殖甲正当工，拢有教家的气力，恩典满满，诚做正人的祝福。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这是咱来奉献。
这时请大家起立，用奉献诗来听做咱的祈祷。较济。这时，请咱县区州部通知事项，听我来报告。第一，今仔日是大港节第3主日，咱今仔日点导即个粉红仔色的蜡烛，是牧羊人的蜡烛。因为天师对伊讲，毋免惊，我有好消息要甲恁讲。即个消息是要带予万民极大的喜乐，所以即个蜡烛就代表喜乐。圣经有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确实，伫个喜乐内面，咱就无惊吓，甚至愿意将即个喜乐的好消息来分享。下面的点烛的顺序的即个表，请咱家己看。另外要补充，就是今仔日是圣经公会奉献的主日，内底有即个奉献袋啊，希望大家踊跃来奉献。第二，月顶奉献日，今仔日是第2礼拜，是咱教会所定的月顶奉献日，请大家兄弟伫奉献柜仔摕家己的奉献袋啊，若是无奉献袋啊，也是无需要即个奉献的代码，请甲行政部门也是办公室来制作，即个奉献是每一个人拢应该照家己的心愿来捐助，无丢除，无勉强，因为上帝爱喜爱即个乐意奉献的人。第三，圣诞庆祝系列的即个庆祝活动，第一个是李小圣诞礼拜，是今仔日的11点，伫咱的小礼拜堂。第二是即个弥赛亚演唱会，是伫个今仔日的6点半，请大家踊跃来参加，伫个咱即个大礼拜堂。另外就是下礼拜是咱即个圣诞即个赞美礼拜，是真大的即个圣歌队甲即个乐团来带领咱来礼拜。时间请大家注意，是10点开始，伫咱即个大礼拜堂。啊，伫下礼拜即个礼拜结束了后，即个圣诞爱餐，即个餐券每一张是100块，请大家踊跃伫即个招待处来购买，是伫个即个下礼拜的即个11点半到1点。另外是即个平安暝节光礼拜甲音乐会客。15年，即个时间是伫个12月24号礼拜3暗时7点半，咱要点到即个圣诞蜡烛中的白色基督的光的蜡烛，象征即个基督无罪纯洁的即个真光照着黑暗，洗清人的罪过。时间是伫个12月24号礼拜3暗时的7点半，伫咱的大礼拜堂。第4，即个下面即个圣诞节期的即个各种圣礼典，请咱家己看。第5，明治学院来访问并且来举行圣诞礼拜，时间是伫个即个
咱的12月19号9点，伫个本会参加即个圣诞礼拜，并且有即个地饼会，欢迎兄弟来协助来招待。第六，请各单位交即个年度的报告书，咱伫个教会定伫即个明年的2月1号来召开会员互会，请各部门的长老以及首长，也是召集人来将2022年的即个报告书以及即个2026年的计划书，伫个2026年1月11号来交互即个办公室。第七，即个政府有出版一个当危机来临的是即个小册，欢迎大家来领取，也来参加济南防灾助训团，时间是伫个12月14号的1点。第八，守护台湾的祈祷会，咱教会每礼拜5暗时7点有守护台湾的祈祷会，12月19号斗阵来为上帝国来代祷。第九，新册分享会甲平和会民医院的捐款，这个是伫个12月14号下晡2点，伫个东门教会，主办是天主教灵医会，迄是出版社。第十，行政部门2025年结销的通知是到即个12月31号，请大位来注意。若是要奉献，请伫即个时间内底来奉献。11，即个停车场的即个登记，每年的即个停车场是借车是1000块，欢迎若是有需要的人到即个办公室来登记。12，奉献编号来登记。若是已经受洗、稳定入本教会来聚会的，若是还无奉献的编号，约定奉献的地仔，欢迎伫个即个28号以前办公室来登记。以上下面要请即个郑永文牧师来介绍新朋友。咱今日有几位来宾吼，一位是迄个庆荣兄的姐姐吼。朱明丽女士吼，搁因的欢迎吼，也是大庆长老的阿婆啦吼，另外伊的亲人为固定教会罗谦、赖千成甲赖红军，这老丁吼，这老丁。有另外有招婚兄的亲人吼，规家伙啊吼，辛渊念、Chris Young、Nicola Young、Alastair Young， 欢迎因。咱兄弟请彼此请安吼。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619首，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请大家起立。吟诗线，请郑永文牧师来祝祷。愿上帝平安，带给一切人所想会到的，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工作甲服侍，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哦
请坐。绿岛闭会今仔日大港节第3主日的礼拜已经到这煞。若是有需要大岛的兄弟，请到浙南教会我浙南路的雨伞卡，其他的兄弟欢迎参加中庭的地饼会来交期。